歡迎返嚟最佳拍檔自學天地。今集仍然繼續 Cybercode Metastock 盤後數據應用。我哋會繼續講解點樣下載同埋更新每日 EOD 盤後資料。請留意，因為受網上影片長度限制，呢一課嘅講解部分錄咗喺 BPVL 001B。示範部分錄咗喺 BPVL 001C。 喺上堂嘅時候，請大家將兩課一口氣睇完。講完理論，係時候示範實際操作啦。首先我哋要下載 EOD 更新資料，我哋先要選擇我哋想下載嘅日期。如果大家平時有日日更新呢，你哋應該冇得揀嘅，只係得返最後一日嘅數據，就係今日。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停咗幾日冇更新呢，你由邊日開始停呢，就會見到嗰日開始嘅檔案，一路到今日。如果大家好似我咁係成個禮拜冇更新嘅呢，大家就可以揀呢個禮拜第一個交易日嗰個檔案，因為嗰個檔案係會滾存咗成個禮拜至今嘅資料嘅。咁所以大家根據翻自己嘅情況揀翻你嘅日期啦。今次我係揀星期一，指住呢個檔案 click 一下，就會出呢個對話窗口，我哋撳 Save 保存。今次唔好揀 desktop 桌面啦，今次一定要揀 My Computer 我的電腦下邊嘅 C 硬盤 C Drive double click， 下邊嘅 MS Data double click。 嚟到呢度我哋就可以撳 Save 保存。如果大家有印象嘅， MS Data 其實就係我哋下載歷史數據嘅地方，我哋撳 Save 保存。當個下載窗口消失呢，大家就已經下載完畢啦。每次下載完 EOD 更新資料文件，我哋都要執行一次 EOD Updater， 將剛才下載到嘅更新正式寫入 MS Data 裏邊，咁我哋先至可以喺圖表睇到當日嘅數據。大家留意，每一次執行 EOD Updater 之前，我哋只可以下載一份 EOD 更新資料 TXT 文件。如果大家有連續2-3個星期嘅全周數據，又或者有連續2-3日嘅單日數據需要更新呢，大家都只可以先下載咗第一次嘅 EOD 更新資料 TXT， 行一次 EOD Updater， 再下載第二次嘅 EOD 更新資料 TXT， 再執行一次EOD Updater。 總之梅花間竹咁樣下載一個文件就執行一次 EOD Updater。 如果大家嘗試下載多過一份嘅 EOD 更新資料 TXT 文件，然後執行 EOD Updater 呢，就會亂㗎啦。剛才我哋已經下載咗5月11號一個全星期數據嘅檔案，咁我哋可以執行 EOD Updater double click。 首先喺呢度大家揀翻自己安裝歷史數據 MS Data 嗰陣時嘅 drive。 如果你唔係裝喺 C drive， 譬如話你將份歷史數據 MS Data 裝咗喺 D drive 嘅呢，咁就請你揀翻 D。 如果係 C drive 就揀翻 C 啦，我呢個啱噶啦。另外呢度一定要 tick 嘅，tick 咗就係叫 EOD Updater 完成更新之後，同我刪除咗頭先嗰份 EOD 更新資料文件 TXT。 如果呢個唔 tick 呢，你留翻份檔案喺度呢，佢會阻住你下一次嘅更新嘅。
咁當呢兩個選項我哋都選啱咗之後，我哋就撳 Update Now 正式開始更新。大家亦都會見到 Updating Symbol 呢個標開始跳。呢度提提大家，個程序有一個小漏洞，就係當程序執行當中，無論你有意無意，如果執行咗其他程序，又或者其他程序有對話窗口彈出，甚至你唔覺意喺桌面 desktop 嘅空白地方隨便點一點，你都會發覺呢一個標會停止跳動。但係大家無需要擔心，如果你將隻老鼠移返入呢個窗口嘅範圍呢，你會見到一個漏斗嘅，咁亦都表示呢個程序喺背後執行緊，係冇問題嘅。好啦，因為網上影片嘅長度有限制呢，好似之前咁，我會做啲刪剪嘅。大家如果發覺快咗呢，你可以撳暫停，等你個更新完成咗之後，再撳播放，繼續聽埋我餘下嘅講解。當大家見到呢一個 EOD Updated 嘅窗口，同埋聽到咚一聲，就係更新完成啦。我哋撳 OK 刪咗呢個窗口。如果大家而家仲有另外一份 EOD 更新資料需要再進行更新呢，我哋可以留返呢個窗口，再去 Internet Explorer 下載埋其他嘅檔案，再撳一次 Update Now。如果我哋冇呢，淨係想更新一份資料呢，而家就可以關閉呢個窗口啦。咁我哋嘅更新就完成啦。最後想講講一個補發舊資料 DIY 嘅程序，對於喺屋企同埋喺辦公室都各有一部電腦，而兩者你都想睇盤後數據嘅朋友嚟講，特別有用。舉例，今日係5月15號，我喺辦公室臨放工前已經下載咗呢個數據，同埋進行咗更新。返到屋企，我再登入呢個網站嘅時候，因為系統檢測到我已經下載咗今日嘅檔案啦，所以喺 EOD 更新資料呢個窗口，我見唔返頭先嗰個檔案。但係大家記得，每一個檔案我哋有3次下載機會噶嘛，我喺公司用咗1次啫，我仲有2次嘅配額。咁點做呢？我哋向上捲動，走去補發舊資料 DIY 呢個按鈕，撳一下，然後喺輸入所需資料日期呢個地方，我哋輸入我哋要嘅日期係美國式嘅，就係月斜動日斜動年。譬如話我哋輸入5月15號2009年，我哋撳傳送，跟住我哋落返去呢，就會見返呢個窗口噶啦。咁裏邊而家有我要嘅數據啦，咁我就可以撳佢哋下載啦。大家已經學識咗點樣下載 EOD 更新資料，並且執行更新。咁呢個動作要每日重複做，勤力啲，唔好令到你份 MS Data 荒廢。喺下一課，我哋開始學習點樣揾自己愛股嘅圖表嚟睇，同埋點樣建立我的最愛文件夾，將愛股集中起嚟，方便每日觀察。我哋喺下一課見啦，拜拜。